来看这诈骗有影是抓袂了，亲像新北市兴代呢是查到一个诈骗集团的电信控房，这嫌犯是以3000块的代价来大量买人头的信卡，搁在背后干部这个诈骗集团生出赖的假小号来骗人。这警方对今年4月来展开专案的行动，这清查超过有2000人受害，而且财损已经超过100多亿。 迄个小组将门弄开，入去搜查，查到一个姓陈的主嫌，伊去柬埔寨学几个届，倒来台湾做诈骗犯罪。这个涉案的诈骗集团，唔但骗民众，都连招募车手卖共骗。因咧找车手，煞是包装做有外送员的货。今嘛阁有不法集团会考验车手对因敢有失踪，假扮假的被害人跟自己的收水成员，来让这些 新进的车手取得赃款之后，来确认他们确实的有把这些赃款交给收水，就是他们的上游的成员。警察摆好伫车底，发现因家食的物件为楼骹吊起哩，到因咧藏的所在。诈骗集团唔但要预防擦掠擦，嘛惊因的行踪会曝光，所以避起来唔出门，较袂去互警方挡到。今嘛要是去互查出来。这个集团是以每次3000块的一个代价收购人头卡之后，再以6000块的到8000块不等的代价 授予国内以及在境外这些柬埔寨或是缅甸的机房作为诈骗的一个联络一个门号。新北市警方为今年4月开始展开专案行动，抓到超过150个嫌犯，清查到的受害者，红拐去假投资等等的诈骗人数有甲2600多人，财产的总损失有甲109亿。节电行动的专案主要的对象包括电话卡商、诈欺机房。 还有诈欺的控房，以及这个前客，以及控车，还有面交的车手，都惊有搁较侪人受害。警察嘛为同仁的记录一个一个敲电话问，有找到255个潜在受害者。警方提醒，即马伫咧并购进前，诈骗集团甚至会送乌鱼子等等高级的礼盒，要来降低民众的戒心。记者综合报道。